人们总是对故乡的味道饱含深情，走南闯北都不忘。那些随身携带的故乡，总能融入到新的环境中去，如雨后春笋般，诞生了各色地方新派美食。乐山甜皮鸭色泽棕红，皮酥略甜，成为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一种经典风味鸭。乐山甜皮鸭的做法类似于清朝御膳工艺中的油烫鸭。卤过的鸭肉咸鲜味浓，入油锅炸至皮脆肉香，同时锁住肉汁，并保留内里嫩香的口感。经过油炸后，皮质发干，用红糖、姜糖与蜂蜜混合调制的糖浆浸润整只鸭子。使咸鲜焦脆的表皮再添上一重清甜滋润。一道出彩在表皮口感的甜皮鸭，皮脆甜，肉肥厚，里肉细嫩。烤鸭，肉质肥厚而多汁，蘸上大酱，来点大葱，油润细腻，南北皆食。烤鸭起源于中国南北朝时期，当时的时珍录中便有制鸭的烹饪记录。朱元璋喜食鸭肉，建都南京后，民工御厨便选用南京肥厚多肉的胡鸭制作菜肴。为了增加鸭馔的风味，御厨们搭建烤房，采用明火，烤出鸭皮焦脆香气，将大部分的油脂锁在皮内，让鸭肉外脆里嫩，吃口酥香，肥而不腻。张宇1年前从父母手上接管自家的烤鸭店，每晚9点试菜是他新定下的规矩。从小父亲就带着我到处去吃，然后呢出国读硕士，读的是管理，本来是想走这个金融这条道路，我没有想到我会来接父亲的班。一道特色的冒烤鸭是张宇父亲20多年来创下的招牌美味。大葱、小黄姜、花椒盐菜以及自制的辣豆瓣，再混合香料粉末制成的复合香料，被川人称为瓤子，用香气浓郁的瓤子填入掏空的鸭内进行腌制着味。填充好的鸭胚需要入沸水中汆烫，被称为烫胚。清洗鸭肉更重要的是紧皮，以为接下来的抹糖上色服务。以麦芽糖和冰糖调制的酱汁甜味浓郁，将甜酱汁均匀地涂抹于鸭肉表皮，以便鸭肉吸收。既是上色，也是增加风味的关键。最终通风挂置，晾干水分，等待糖汁和香料渗入鸭肉。
中国的烤鸭主要分为2个流派：北京全聚德的明火挂炉和南京便宜坊的焖炉烤鸭技艺，而川味冒烤鸭沿用的是焖炉烘烤的传统。砂锅加入香料，用于收集焖烤中滴下的鸭油，这又将是一波美食新主意。青冈木有着特殊的树油芳香，青冈木燃烧会让整个焖炉弥漫着这种香气。柴火燃尽，炉内温度稳定，真正的灶味即将开始。炉内近300摄氏度的高温，每10分钟需要翻动1次，让鸭肉均匀受热，脂肪被化为液体油脂，与香料在鸭腔内沸腾，内煮而外烤，香气和油脂同时溢出。鸭油滴落在香料砂锅中，与香料汤汁进一步交融，形成浓郁的油汤会再次释放，而弥漫整个焖炉，使鸭肉香味再次倍增。鸭油拿来冒制鸭子的，这个最灵魂的东西，原汤化原食。这个东西非常金贵啊，它一个鸭子它只有这么多。内煮肉嫩而汁满，外烤皮脆而焦香，淋上预先制备的高汤，鸭肉再附上一层浓郁和鲜美，肉香也层层递进。一勺鸭油原汤助阵，一道川味冒烤鸭，品相味道俱全。经过1年的摸索，张宇也对父亲的冒烤鸭有了新的解读。做这个餐饮这个生意啊，特别磨人，这个里头有太多的艰辛。以前我爸我妈经常爱说一话，开一个店少活5年。后来父母就说这个年龄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在那个时候让我才从国外回来接班来干。你感觉你要想把这东西要传承下去啊，太难。一道育儿鸡，这家餐厅已经卖了20多年。最初是一道农家的乡土菜肴，但乐于玩味的川味烹饪者，总能从看似平凡的食物中发现食物的妙趣。芋头，四川人称为芋儿，加入店家秘制的香辣酱，是让鸡肉和芋儿更加美味的秘诀。高压锅，原本是一位叫丹尼斯·帕平的法国医生发明的消毒器具，但走进厨房后，它们突然化身为食物烹调的利器，迅速获得当代烹饪者们的喜爱。将烹煮的时间固定下来，这能提高出品的质量，以保证每一份育儿鸡的味道都相对一致。育儿鸡，育儿细软黏糯，甘笋脆爽，烟香味足，而鸡肉鲜嫩，香辣味美。同样是育儿和鸡，火锅鸡的吃法又有所不同。除了育儿，增加了莴笋、笋条和高汤，再放入炒制后的鸡块，秘制底料的香鲜麻辣，能让鸡块焕发油亮本色，滑嫩入味。蘸上原汤油碟，每一块鸡肉入口酱香麻辣，鲜美嫩滑。经白卤卤制过的鸡肉，
肉质紧密，改刀成小块后，入红枣、鲜菌熬制的底汤烹煮，使鸡肉更加滋鲜味美，下饭喝汤，老少皆宜。清汤白锅鸡蘸红油更佳。紧随时代浪潮，如今的餐饮业创新后的美味必将面临规范化甚至模式化。李良峰和鸡打了半辈子的交道，还原棒棒鸡最本色的做法，是李良峰最近正在忙碌的事情。你看这些就是松鼠烤肉蛋，看来就石磨头它是最不结实的。30年前，李良峰从成都调配至雅安营京石材厂开采石头。由于家境贫寒，不甘于做零散苦工，一筹莫展中，意外发现了棒棒鸡这道美味。周氏棒棒鸡100多年来只传周姓，这是家传祖训，周世英是第4代传人。但陈旧的家规于这一代被打破。李良峰凭着自己的踏实与真诚，获得了师傅的首肯。如今的李良峰已是他最得意的门生。棒棒鸡在售卖前需使用木棒敲打刀背，将力道传递给刀，可以使鸡肉被均匀地切开。刀刀见骨，片片见肉，骨肉不分离，且厚薄均匀。棒棒鸡的加工技艺本身并不复杂，将当日售卖剩下的鸡骨架熬汤，作为底汤煮鸡。鸡要足龄，自然长成，而烹煮不可太久，否则肉质会发柴。整鸡熟透，鸡肉要挂至降温冷却，水汽得到散发，才能获得皮紧肉实的口感。我们就曾祖父是银匠，被强盗抢了过后没有生活来源，就自己养了棒棒鸡。以前他们卖的是切成片，那会儿卖的量少，他就用手敲。50、60年代的原该叫卖鸡肉，那儿讲的是1分钱一片，卖的多了就长成尖尖了，我最后用棒棒敲。原来不叫棒棒鸡，叫椒麻鸡、麻辣鸡，这个名字是顾客叫出来的。地道红油，香辣醇厚。原味鸡汤加以麻香十足的汉源花椒粉，调成酱汁，浇于鸡片，调味简单，但味道却已相传四方。对于李良峰来说，餐饮本无定式，得自己去尝试。虽然入门低，但做餐饮还得亲力亲为，并脚踏实地地去经营。哎呀，其实真的嘎，好有回忆。要测，可能今年只要动这儿了。好久没看见过你了。哎，就是，哎呀，你还身体还这么自健。走吧，走。拜拜，慢点。让我们消费者不能光是吃到这个棒棒鸡的味道，还要感受到我们棒棒鸡的工艺是怎么做出来的。食其味，知其所以然。在李良峰看来，餐饮业是做食品，而食物是有灵性的。做美食除了真材实料，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也很重要。生中湖，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泊。农历冬月中旬，渔民开始了今年的第一次冬捕。朱建中正赶赴这场冬捕，一睹盛况之余，更是为了给来年夏季的千人河鲜宴做考察。
朱建中20年烹调河鲜的生涯里，悟得一套烹鱼的独门技法，深受好鲜口的消费者们青睐。马上开始有收获了。2月份到4月30号，我也是禁渔期，因为这个时间是野生鱼产值。如果说再使用啥电烧啊、鱼味烙啊，野生鱼逐渐越的，可能基本上就绝代了。大家还是在倡导一个文明吃鱼。鱼腥味重，但质地滑嫩。烹鱼对于川人来说，需要注入泡菜这个灵魂。有了它们，川人烹调本土水产的各种鱼虾蟹，自然成了行家。泡菜能去腥增鲜，丰富的乳酸以及纤维素能给鱼肉带来特别的鲜美滋味。在没有现代化工业的调味品之前，泡菜成了四川民间百姓烹鱼的重要调味料。一种食材，不同的人皆有不同的烹饪方式，吃遍各地，成为朱建中获取美味灵感的重要途径。看了，我这天给你泡完，就把那边一下看了，后来没得时间了。每年腊月初开始，是四川农家收获青菜的时节，这是四川人家制作老坛酸菜的主料。上百坛老坛酸菜，是朱建中20余年来烹鱼的幕后功臣。朱建中制作泡菜的秘方是用麻糖的甜来减少涩的口感，而红糖能降低酸度，并提升味道的饱满度。四川的井盐难以替代，离了它们，鲜度和脆劲都难以保障。四川泡菜并不是靠盐来腌制成熟，而是依靠坛内的乳酸菌发酵生成的大量乳酸来对蔬菜进行冷加工，使泡过的蔬菜最终嫩脆酸香。老酸菜、泡豇豆、泡萝卜，脆爽酸香，咸鲜兼备。龙利鱼，肉质细嫩，晶莹剔透。乌鱼，肉厚无刺，虽不及龙利鱼的细嫩，但肉质弹牙，另有特色。酸菜用油炒香，减少酸涩口感，而增加油润香气。传统酸菜鱼吃的是酸菜的酸爽滋味，而朱建中将这种酸爽作为底味来烹鱼。青柠檬的酸，清新而尖烈，取这种酸作为点缀。以乌鱼烹制的柠檬酸菜鱼，口感厚实，格外酸爽，也凸显了自然的清新氛围。麻辣酸菜鱼同样要用乌鱼，在传统酸菜鱼的基础上，去干辣椒的胡辣香气，让鱼的味道油厚香辣。蒜粒经过油炸，能去除辛辣口感而获得适当的蒜香，再辅以油炸芝麻的香气，一道龙利鱼制作的蒜香酸菜鱼，蒜香与芝麻相结合，相得益彰，香气浑厚而略带异域风味。使用泡酸菜做底味烹饪，
加以不同的新味道进行碰撞与融合，酸菜鱼便有了新的变化。千人鱼宴举办在即，朱建中需要与时间赛跑，尽快拟出宴席菜单才行。王正金，一位川菜业内知名的新川味先行者，定期深入一线了解食材的变化，是他30年来的习惯。这个子有好重，这个子有4斤左右。而最近他要忙碌的是即将到来的餐厅创新美食发布会。他认为美食需要不断创新，这是让企业活下去的基因。在他的眼里，中国人的美食诉求日新月异，变化很快。而当年的一只鱼头，开启了他的美食逐梦之路。他给这份美味取了一个中国人都喜爱的名字——开门红，成就了当时的一段川味传奇，从而在川味美食江湖中立稳了脚跟。那个时候不叫开门红，就是叫剁椒鱼头，它会裹一层那个网油，有小米辣，用大海椒在上面把它盖一层，让它更喜气，就是红红火火的意思。我那就该取个啥子名字啊？当时一想，哦，开门红。改革开放，许多人从乡村走进城市，融入繁华，而厨师这个群体也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得以谋生。时代赋予了这个群体一个用烹饪也可以实现梦想的舞台。为啥子我就觉得应该挖掘民间记忆性的东西？美味都是来自于民间，我们就走厨技，把外面的东西搬进来加以融合，肯定要做出不一样的这个川菜。那自然有了差异，它才有了特色。如果说我们不把这些加以一种融合，我觉得川菜还是停滞不前。进入巴蜀的其他菜系，包括千里之外的海鲜，高档大气，量丽价高，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食材，结合川味传统的烹饪精髓，加以本土调味手法进行再创新。对于王正金这样的美食经营者而言，改变传统固有的观念，才能让餐厅历久弥新。食材与佳肴之间只有一步之遥，厨师是要完成这一步之遥的人。而为了走完这一步，对于无数烹饪者而言，值得尽其余生。改变了川菜传统的有的一种模式，产品创新方面始终围绕着好吃、好看、好卖、有故事。以前来讲的话，在当地的就是杀猪卖肉，家里面希望我能够去做这个事情，把一个不喜欢的事情我做了10年，我就觉得来讲当厨师安逸，我喜欢吃，因为好吃，所以说选择了厨师。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有吃鱼的习惯，不同的鱼有不同的质地与特性。在朱建中的眼里，河鲜主题宴除了传统的泡菜烹鱼，还得加入更多的烹饪技法与美食创意。玉米片炸至酥脆清香，鱼丁经过油炸后，用冰糖熬制的糖浆包裹，采用传统糖粘麻花的糖粘技法，将玉米片和鱼块进行粘连。一道鲶鱼制作的麒麟鱼丁，外酥脆，里清甜；草鱼肉质细腻，高蛋白，
低脂肪，蛋白质含量是猪肉的2倍。借鉴糖醋菊花鱼的刀工，再裹上面粉，入油锅炸至花朵绽放，再取橙的香，猕猴桃的微酸，香蕉的甜，调制果味酱汁。当榨干的鱼块吸收香甜的果酱汁，一道果味鱼块，果香味浓。生中湖花鲢鱼，肉嫩细滑，只取鱼肉做成肉蓉，再加猪膘肉和鸡蛋清做成膏体，以倍增其粘度和延展性。借用蛋糕裱花的技艺，将肉蓉挤出细条，入微沸鲜汤，浮出水面，即要捞出入碗，一片清新感十足的薄荷作为点缀。天府鱼面细腻洁白，鲜嫩滑爽。从热菜到凉菜，要体现的不仅仅是味道的表象，对食材与文化的解读，皆是创造美味的价值所在。我是从小在家里都不做饭，当时我父亲都说的，你那个样子都会炒菜，我手掌心的煎鱼给你吃。一听那个学厨师肯定嘛吃的多嘛，肯定不得饿肚子，最少不会像我们大巴山这样子吃的都没得，基本还吃不饱。一个是我父亲本来他都有病，再一个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，我一心还是想读书。一桌河鲜宴，既生态美味，也不显铺张。在朱建中看来，好吃才是烹饪的最终归属。那个千人鱼宴不是来吃耍的，而是千人鱼宴是要买券来品的。河鲜这一名称，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。改革开放后，传统川菜面对外来海鲜大餐的冲击，不服输的川人以本土江河中丰富的鱼类烹制佳肴，川味河鲜便应运而生。蜀水美，河鲜肥，数千年来，巴蜀之地，耐人寻味。老子云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改革开放后，有一群人佩刀闯江湖，却不同于武士，他们被称为厨师。他们舞刀弄彩间，为人间带来了幸福的美味。这些美味的出现，或来自于灵光一现，或出于生活所迫，又或者是对梦想执着追求下的创造。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中行走，他们坚守传承，借鉴融合，求变创新，引领他们成为美食江湖里的一代宗师。